烧的困难算啥物？暂时的失败不免怨恨，一步一步向前去。要靠我自己，不惊人来讽刺；要靠我志气，漂泊来算啥物？忍耐忍耐，吞落去吞落去。我相信最后一定会成功甲胜利。人生啊，路途千万里，小小的困难算啥物？要靠我志气，漂泊来算啥物？忍耐忍耐，吞落去吞落去。我相信最后一定会成功甲胜利。要靠我志气，漂泊来算啥物？忍耐忍耐，吞落去吞落去。我相信。